係咪越嚟越多第一批過去香港做嘢嘅朋友已經要面臨呢個續約？咁但係我要提醒大家嘅就係續約唔係話好似我哋嘅普通嗰啲合約咁嘅，唔係話你嘅啲合同到咗期啦，咁啊直接攞份再重新打份合同出嚟，大家簽名就算數㗎啦。咁因為涉及到呢個勞工配額嘅事情，所以咧僱主係需要最少半年，尤其係餐廳嘅，去重新遞交呢個資料，去申請去續約呢個配額先。當勞工局重新審核你嘅資料，都認為你可以繼續擁有呢個勞工配額，咁就會再去發放呢個新嘅批文俾到你。然之後你同僱主僱傭雙方都有呢個續約嘅意願，就到期嗰時就再重新將所需要辦證嘅資料遞交去入境處進行呢個審核。咁呢個階段就會快㗎啦，只需要2個星期左右就得㗎啦。咁點解會突然間同大家提醒呢？因為我都發現有唔少嘅啲工友啦，或者係僱主都嚟諮詢我話其實我好似啲合約差唔多到期啦喎，咁到時我需要點去做呢個資料？我一問先知，原來佢哋資料仲未去遞交去勞工處再重新審核嘅。咁到時如果係咁，就會耽誤咗中間一啲時間啦，因為勞工處再重新去審核你嘅資料，其實就等於去再走一個申請配額嘅流程，都需要時間嘅。所以咧喺呢度提醒大家，如果有唔明嘅工友或者僱主，都可以嚟諮詢我哋，我可以去協助做續約嘅資料遞交啦，同埋資料嘅處理啦，包括後期辦證，咁我哋都可以協助嘅。提早做好文件同埋資料嘅遞交，可以幫你慳翻時間。呢啲都係經驗嚟嘅，咁就係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冇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我專登拍一條片去提醒大家啦。